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你完全拢变。以前你一定袂用这款冷酷无情的口气甲我讲话。人大汉，环境改变，心嘛会改变。也毋过我袂。6年前我伫图书馆第一遍看到你的时，我就爱着你啊！一直到即马，我拢无改变。我相信以后嘛永远袂改变。李慧，你莫去再欺骗你家己。其实你嘛甲我同款，无法度将咱的感情放袂下，对毋对？李慧，咱搁为头搁再开始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互你上幸福、上快乐的生活。李慧，我会当看到阮妈妈有一个美满的归宿，我这世人就无啥物要求啊。明辉，我拜托你，莫过来找我。咱是无可能有未来的，你应该好好珍惜丽玲，伊才是上适合你的人。这件代志都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你想要讲对伊去？我知影你上袂当放心的，就是你的妈妈。也毋过，在我心内，我一直甲伊当作我亲生的老母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会全心全意来抚养伊，来友好伊。明辉，袂用的，我袂用答应，我袂用拖累你。6年前咱地府做面头前有咒纸，敢讲你完全拢放袂记一啦？已经拢9点外，明辉哪还没来？喂，兔啊，明辉有去你遐无？哦，伊有讲伊去倒无？兔啊。我拜托你好无？你打电话去因爸母因兜问看卖咧。啥的？伊妈拄则打电话来找伊。好，我知影。伊若是打电话来你遮，你叫伊随打电话互我。
人知影是要安怎嘞？你免惊啦，咱做伙来去甲讲，咱是真心在相爱。我一定一时间伊无法度通接受，也毋过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了后，伊一定会谅解咱的。我了解丽玲的个性，伊做倔强的，伊绝对无法度接受这款的打击。若是真是安尼，我嘛只有对不起伊啊。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无打算要欺骗伊的感情。咱莫讲这啦，因为今仔日我领薪水，我有要一份礼物给你。来，希望你会介意。这水的鱼糕，这一定价值袂少钱吼。偌济钱并无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是我头一摆用我家己赚的钱买礼物送我心爱的人。美惠，我袂晓讲什么好听的话来互你欢喜，不过请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为咱的未来打拼。我看到这份鱼糕，感觉伊最适合你，你搁开互我看卖好唔好？足水的。哇，我若不用去吹的啦。哎呀，我今日一定红肉的，一定生目狗尖的啊啦。哎呦，啊雨海愈落愈大啦哈，我看吼，无来选择的因一来啊。小姐，你有要紧吧？啊！我记对啦，我记对啦，哎呦啦，哎安尼啊，钱其实个我若知你要是要安怎食啦？哎呦，啊你若这么做认真无，你莫插我啦，你看你若插一好钱就退边安尼啦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你要继续上落去啦，莫管我，我家己来就好啊啦。周小姐，你若无代志，我要先来走哦。好啦好啦，搁斟啊有啦，继续搁斟啦，继续搁斟啦。你紧来走。哎，台湾美味大小姐，啊，伊早来讲一回，啊，丽玲小姐伫因厝咧等伊男朋友，哇，这是啊冒死啊！我头家哦，一空你也想食。男朋友嘞，伊要来哦。唉，甲你讲哦，无采甲你安尼乌龟下煲啦，啊，我做到遐尼济青草的菜啦，啊，竟然伊无来，真正拍算人的命哦。赵明辉，我还你，我还你啊！明辉，阮小姐男朋友叫明辉。咦？啊，美惠小姐迄男朋友嘛叫明辉啊。嘿，偏偏两个拢明辉，
快查下济啊！等我一下啊，我电头才袂记。他们爱上七落搭啦，但是他们无七落搭哦，较顶人感冒就害啊。哎呀，都是你害的啦，害人叫人笑。你是讲迄小姐哦？唔知伊看着啥无看？都是你害你个笑，你个笑哪遐讨厌啦？都是你啦！李慧啊，你哪说换才转来哈？你搁啥出去？无啊，我拄着以前的同事，啊，大家开讲就袂记时间啊。妈，我做忝的，我先来去困啊吼。喂，你昨好无？我真好啊，你哪安尼问我？无啥物啊，昨你甲我讲你要看恁爸母，我在想你可能是困眠伤烦呢，毋则袂记我咧等你食暗暝。妹妹啊，阿倒来遐坐哦。多谢当主席。拄则白经理还伫我面头前一直胡乱讲恁两个作牛的，甲咱公司趁真侪钱。董事长，其实啊，这拢是白经理对阮两个领导有方，我甲阿土只是尽阮两个本分尔。啊呀，豆水，啊你讲安尼死我就歹势啊嘛。就迄3号工程哦，若毋是你甲丽金早发现这个错误哦，一声公司最少就交几60万的。有伊啊，若提起这件代志，我就发现地。老车做咱的下包，也毋是这一工两工啊，那就安尼无良无心伫咧工程馆伫咧动骹手，啊毋知好佳哉免费啊发甲咧啥，若无煞叫人当作歹仔伫咧讲。你啊，转去上好甲你大姑仔叔讲者，若要搁再安尼乌白来啊，以后就莫搁甲咱做生意哦。哦，是啊是啊，董事长啊，我即摆转来对大家甲教示一下，我看绝对后摆唔敢。丽玲，迄阵作业唔着着免费啊，甲阿婆小讲。免费啊，户外建设张头家啊，是我20多年好朋友。这几年伫大陆投资建筑，我若趁着少钱。顶个月就为这个下门敲电互我，问我看有趣味啊，甲伊投资来做这个高尔夫的生意。迄阵啊，客户数就是
3日传进互我。爱10亿的资金嘛。董事长，遮尔大个工程，咱公司敢食会起？张老板的意思是讲，材料费方面啊，出这土地甲人工，啊，若咱甲伊是合出这个资金甲材料，工程期是2年，完工了啊，利润分做3分，大经理啊已经详细这个估算，咱公司的利润差不多有1个左右。啊，遐尼多哦，真呢！董事长，啊，若照安尼算起来，咱公司敢是爱投资真侪资金？董事长啊，要不如哦，咱将咱公司所有工程遮拢摕来去银行贷款，要借5、6千万哦，我看绝对无问题啦。以咱公司目前的信用甲财务状况，要轻一下啊，应该无啥问题啦。啊，毋过若安尼做，敢会伤过冒险？咱公司这几年来，接的客数上济嘛无超过7、8千万，一个啊扩张阁遮尔大，敢会伤过紧？搁再讲，迄边的环境咱嘛无啥熟。董事长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咱应该爱好好啊来计划一下。我反对。即马台湾做生意人拢嘛为对面走，目的就是想要先去抢市场。谁若先占着市场，谁就先趁着钱。咱即马过去已经伤慢啊，搁等你慢慢来开会，慢慢来研究。安尼大陆的市场，敢是早就欠抢了啊？嘿，对，我赞成你讲的话啦。若是讲张老板，我董事长你，咱大家拢是1、2年好朋友啦。我相信讲伊也唔敢互咱吃亏才对。董事长，我也是认为讲吼，咱一步一步慢慢来，唔是检谈过，你大个风险嘛较袂遐大咧。刘辉，你的观念是有够笼统。你敢毋知少年人爱冒险心？叫阮阿爸甲爸阿叔拢认为讲，这是千载难逢趁钱好机会，你先无咧好好把握。以前定来讲，你有真侪理想甲抱负，即摆机会来啊，你再颠倒起论，连你感情。丽玲讲的真好，阿爸就是要你看电视，将来你伫事业上的成就啊，一定袂输人。莲花，安怎？阿伯互你做靠山，你敢真是毋敢落去拼？唉，但是啊，我已经有退，嘛要退休。我准备搁做2、3年，就要将我这事业交互恁这少年的落去经营，恁千万毋通我失望。董事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做，做一番成就出来互你看。最近我公司的工课足多，时常拢在加班，啊无法度陪恁妈妈。美惠，你较辛苦。照顾妈妈是我的责任吗？我知影你是一个真有孝的查某囡仔，你看恁妈妈气色最近好诚多哦。我决定啊，后个礼拜带恁母仔囝来新加坡佚佗一趟。莫去啊！你公司遐尼无闲，敢真是会走去？你放心，我都拢已经安排好势啊，休一礼拜哪有啥物要紧？阿姐，我看还是你甲妈妈2个人去啦，我无想要去。安尼变哪会用是？遐尔啊无简单，咱规家口会当出去佚佗，啊你若唔去，恁妈妈变哪算啊会欢喜？阿舅，你讲对。爸，你哪会安尼啦？无啊，但你今仔日讲啥？头到鲁云家打电话来讲你要带因2个出国去佚佗啊？丽玲，我不准你讲话遮尔啊无礼貌哦。啥物你因唔因？你毋通袂记呢？因是恁阿姨甲恁阿姊啊。爸，阿姨啥物出国佚佗我无话讲，啊，毋过伊凭啥要缀你去？我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呢。我规工伫咧公司做牛做马，我无功劳我嘛有苦劳，啊伊咧就伫咧厝内死坐活食，伊哪有啥物资格带你出国去佚佗啦？你这查某囝哪会当像恁阿姊讲啊遮尔啊歹听啊？
伊虽然讲无出外口做工课趁钱来讲，但毋过逐工伫厝内面嘛做真侪工课啊。你也知影呢，恁阿姨身体无好，时常伫咧看病，拢是遐时时刻刻伫甲phòng贷，陪伊去病院看医生，伺候伊食药啊。啊，厝内面摒扫三顿，对一项工课，毋是靠伊一个人伫咧做。我也相信伊对咱这个家庭的付出啊，超过任何一个人。我也知影你对咱阿姊有心，啊，毋过，伊毋是我真正阿姊啦。无安尼好，咱公司若是趁着钱，阿爸再拨一个奖金，带恁来美国佚佗一撮好。美国哪有啥物好耍？我要去澳洲。你这死头皮啊！最好甲恁阿爸计较。我来讲，你若是要安尼开无要紧，以后你甲明辉结婚的时阵，离我愈远，我是无免负责哦。